什么？只剩最爱的只有我。你说的所有甜言蜜语都骗我，骗过头，脑袋被蚂蚁啃光了。你说你很大叫，我人与人有点痛，但是我更想问你，到底有没有亲爱的阿明松？拍手！啊！你起来了吗？你起来了吗？还没？怎么我都没有感觉呀？你起来了吗？还没？你说进去了啊？怎么你已经在旁边抽烟了？你起来了吗？还没？你起来了吗？我都还没有开始交往，你起来了吗？还没？你说进去了啊？什么？你已经第三次结束了？谢谢，我们把照片出来。谢谢。Thank you。哎，偶像就是我的 pick。OK，谢谢。